各位乡亲，大家午安。既然有丰年祭啊，当然应该是邀请了各族群。早上刚才1点半的时候，是我们又邀请到了这个排湾族的。然后现在我们看的是我们传统布农族，但是布农族你也知道，布农族是狩猎的民族，它是一定要上山打猎，不是下海，所以它有很多禁忌的这个地方。现在我们首先要先表演的就是名扬四海的八部合音啊，八部合音啊，让大家这个掌声鼓励一下，慢慢听一下，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然后在过程里面，我们静静的来听他们的八部合音。那这个八部合音结束以后，现在就是要做一个祭枪仪式啊。祭枪仪式就是所有的女孩还有所有的先生，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猎物，不管是山羌也好，或者山猪也好，或者是熊也好，全部都要在他的枪口、他的枪这个地方。所以在打猎以前呢，就是要跟主领讲一下，说所有的猎物一定要到我的枪口、枪下。所以我们也获得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做一个祈福，一个祈祷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祭枪仪式，这个是非常慎重的，所以看起来非常严肃先下来开始做一个祭枪仪式，谢谢。
这个机枪完了以后，应该是去山上啊，去山上回来以后，就是他一个年轻人啊，他非常的骄傲，或者是一个勇士啊，他应该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这个快乐。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你在山上所打的猎物回来以后，要告诉所有的族人，是的，你不管是打到几个山猪也好，几个这个鹿也好，或者是山羌也好，那只有这个台面上你才可以讲，要不然你没有狩猎回来的话。你如果说空手回来，你就没有办法在这边报你自己所有的这个战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报这个战功。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报完战功以后，因为我们是父系社会啊，父系社会布农族就是父系社会，所以这个报完战功以后，就是要告诉，就是说你的母亲是姓什么，这样的话才不会表哥娶到表妹，才不会说表妹嫁给表哥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对布农族来讲，就是说。到最后一定要报这个母系，你姓什么，妈妈叫什么，因为这里面也有他的舅舅，里面也有他的舅舅，所以这个东西来讲不能乱报，这个姓氏不能乱报，这个是非常重点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谢谢。Bunun, Tawa sakut, tawa manis, mereka nayanik, disikaunan, Saya lupa, Tuhan Sika mama, Kisu pangku, Buka bunun, Sana lakwa, Mata masa, Hingga nayanik, Isanahai, Saya lupa, Tuhan masih kuat, Sipakakno, Marinato, Ilasajen, bisa sibang, Budinonai, Matamasat, Ilabunun, Katuhawan, Manmanuahai, Matamasat, Ilasajen, Utumonon, Tatahuangkong, Arigato, Mereka nayani, Tamapima, Mereka nayani, Tamapima,武林浪，谢谢的意思，武林浪，谢谢我们布农族不同族群的演出。